我最难的时候，整整喝了3天白开水了。要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好多人连饭都吃不上呢。真的？这让人怎么吃啊？偷闲，马上给爷重做！吓死我了，吉利！狗东西，滚开！你找死！道歉，郑重的给他们道歉。关你屁事呀！当然关我的事，爱护生命，人人有责。无论是妖兽还是流浪泡泡，都有自己的尊严。众生平等。不要！对不起！喂，你要对着他们的眼睛道歉才行啊！你妈妈没教过你吗？乖，没事的。嘘。谢谢你。妖兽还会说话？我是天命之人。